北海道留壽都嘅粉雪咧係非常之正嘅，佢嘅樹林簡直係一流啊！但係當你要走嘅時候咧，落住咁樣嘅雪，最大鑊嗰樣嘢就係鏟雪。我冇手套，因為我啲手套咧全部已經喺晒個板袋度寄咗嚟度。而家要走啦，呢架我要揸架車，我冇手套鏟雪，跟住對鞋仲要咁嘅樣冇杯，我要行入去呢度鏟雪，我唔想行去啊 ！fuck！ 唉 ，oh shit！ 粉到，我擺低咗一日咋？哇，着咗車先入去。開翻大個暖氣，哇，好凍，成隻腳都係雪啊！海窗開唔到，因為啲冰黐實晒。哇！我而家就清咗車頭幫呢啲雪噴出呢架車先。哇 ，OK， 好凍啊！而家要記晒手套。哇！上翻車先，好凍，好凍，好凍！哇！隻手紅晒，鏟咗半隻，仲要係車頭仲一大嚿，要鏟埋佢。哇！你壞嘅。哇！呢個就係北海道日常啊，兩隻手僵晒冰晒。呢啲咁大雪係好開心嘅，因為要滑雪嘅話就好啦，我要暖下先啦，拜。